我女儿上几日好好的啊，近几日就不得了啊！啊，这就毛毛上。请问先生贵姓啊？啊，你姓什么？姓蒋。姓蒋啊！哎，你这个医术到底谁得注意？谁得注意？好，要啊！哎，对先生上流，是快去快回。先生快随我来。好。妹妹觉得我穿的就先生你快一点，我我先要吃来。还没爱个妹妹。先生，这来吃一是累的，要少累气个，弄两只吃方便嘛。方便哦。哎，这做啥了呢？东西东西个。那妹妹觉得那当我到点么个呢？是我对了。啊，那就对。怎么？先生高兴。小佳人呢？小姐啊，小姐她在床上。哦，小佳来面上头。哎，好个。先生，我说的。我来问侬嘞。啊，侬是七夕的吗？我是七夕的吗？搿是七夕的嘛？七夕的嘛是吧？哎。刚好个侬都思想上来。哎，好妹妹叫啊。不错的。哎，那我们结果不方便哦，侬小姐嘛是千金之妻哦。啊。那么我们先拉个头，侬们拉个头，侬搿头修得过去，把小姐个修回去装好啊。搿事先我在小姐个手里就好啦。哎，这我晓得嘞。对个，我眼睛不方便个。搿为出息个。搿先生，我看看眼睛、嗅觉都不方便，搿不晓得医术高不高明。今朝子我还是试一试他。先生，好啦，好啦，好。先生做啥了？什么吃个这个了？先生，看来侬医术就怪高明嘛，侬来看。侬个龌龊头哎，个死嘞！侬干嘛？不个死到个灯头里啊！喊我在马包眼肺痛了，我死了嘞！哎呀，先生哎，搿侬少气少眼痛不方便个，搿我不晓得侬医术高不高明，我来得试试侬啊！搿我个技术都学好了。好个。哎，侬快来走。搿位出去，我从来没看过毛病，今朝子看看小姐个油，夜叫先生替我看毛病。先生好了。好啦。好，先生，小姐没毛病哦，毛病没个，身体交关好，饭胃吃个，交关好。好呀，先生，毛病没个。寻生个龌龊头啊！我来得调把我啊！先生，搿不叫调把，搿是我来得看小姐个油啦。我问侬老爷之命调我的小姐毛病啊！我是个铁桩里面等真，我老爷把这都把家进去了。我晓得嘞，先生，侬跑过来点，跑过来。小姐，先生叫你看病来了。一么高个一么低个头皮里面有问题，一么窄个一么黑个别上怎么发上来？有说。先生，先生，哎。